整體樓價持續上升，唔少區份嘅新盤亦越賣越貴。其中港島黃竹坑站上蓋發展、港島南岸 The South Side 整個項目發展，亦見證住整體樓市嘅高低起跌。項目嘅第一期進環早於5年前推售，當時整體樓市仍處於高位，跟住二期陽海開售，項目尺價曾一度創出高位，但亦隨住過去數年間整體樓價而回落。不過隨住唔同期數陸續落成，加上整體樓價嘅回升，近年嚟區內新盤嘅尺價可謂一個貴過一個。新近3期 Blue Coast 近期接連錄得多宗二手轉售獲利個案，反映過去2年區內樓價顯著回升。屬於黃竹坑站上蓋發展第3期嘅 Blue Coast 項目，位處商場收晒嘅上蓋部分，物業有專屬入口，直通商場，係6期發展當中最便利嘅一期。物業分2期發展，共建有4座樓高36至40層嘅住宅，合共提供1200伙單位，亦屬於整個發展中規模最大嘅一期。物業於去年底入伙，連月內屋苑二手成交亦明顯增加。剛售出嘅係 Blue Coast 2B 座高層醫室，實用面積792平方尺，屬3房套房連儲物室間隔，坐向西北，眺望香港仔及黃竹坑商貿區，獲用家以2228萬元成交，尺價28,131元。原業主於2024年4月以約1810萬元購入，持貨約2年。今次轉手帳面獲利約418萬元，期間物業升值約23%。想知道更多成交消息，記得訂閱我哋頻道，撳埋個鐘仔，只要有新片你就立即收到通知。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Century 21. This is our time. This is our century.